信身體係最可靠，亦都係最基本嘅支柱嚟嘅。我係陳湛文啦，咁我女女就叫彤彤。咁點解我當初會想我個女過嚟參加 Alpha Step 呢？係因為喺佢好細個嗰陣時，我已經見到佢唔算好穩陣，佢都會跑嘅，即係佢一興奮起上嚟，佢都會跑啊跳啊咁樣。但係呢，我硬係覺得佢落地有種好似就跌嗰個感覺咁。然之後佢慢慢大啦，大到依家差唔多4歲啦。我見應該係時候要幫佢鞏固翻佢嗰啲平衡力同埋協調能力啦。咁同埋因為我相信身體係最可靠，亦都係最基本嘅支柱嚟嘅。而且佢嘅身體嘅運動同埋大腦嘅發展係非常之息息相關，所以我覺得身體同大腦係要並行咁樣訓練，先至可以作為佢最好嘅基石，等佢繼續開心咁樣成長咯。然咧幫佢揀 Alpha Step 之前咧，我係有諗過究竟幫佢揾跳舞啊、揾打波啊、揾游水啊、揾跑步啊，諸如此類各樣嘅。咁但係我再諗深一層，喺所有呢啲運動之前，佢身體嘅適應能力、嗰個反應性或者嗰個協調性，我覺得係為之緊要嘅。培養佢對自己身體活動嘅呢個興趣先，打好成個身體嘅基礎嘅根基，鞏固晒先去接觸其他佢有可能有興趣嘅活動或者運動。咁因為我知道 Alpha Step 係會 set 一啲唔同嘅英文 obstacle 啦，即係有一啲障礙物啦，俾佢跨越少少啊。而嗰個跨越咧係需要佢自主嘅力量去 hold 住啊，或者去跨過咁樣。當佢真正面對咗嗰啲障礙物嘅時候，佢就會自己去調節自己嘅身體。咁你咪成個身體會有一個好好嘅調控能力咯。咁佢慢慢習慣咗呢個調控能力之後，日後無論佢玩唔玩體適能，佢要接觸其他興趣都需要牽涉到身體嘅話，我覺得佢應該會得心應手啲。成個下半身嗰個軀體個力量同上半身咧開始均勻翻啦。我見到即係就算佢有個衝動要衝出去，佢下身開始跟到啦。咁所以我覺得佢係有進步有改善啦。我就講佢嘅跳躍啊，佢嘅跳躍咧本身佢嘅着地咧係真係軟賴賴嘅。真係好容易腳軟嘅，成日都坐 pat pat 咁樣嘅。咁但係過嚟之後，佢開始知道有個意識，唔好咁容易坐低。落地嗰陣時，盡量係踎住，或者睇下可唔可以企得起身。同埋我最中意呢一度，佢會教所有小朋友嗰個 landing 係要 soft landing，即係落地要盡量輕身。教練呢，我覺得呢度嘅教練係真係有愛嘅。係啦，點解我會咁講？因為佢哋除咗會俾啲任務啲小朋友去跨越啦，或者去達成，咁佢哋有時未必會即刻做到嗰個動作嘅要求嘅。咁佢哋係都會好細心咁樣同佢哋講，即係包括我女啦，同佢哋講點樣先至可以做到嗰個動作。所以佢哋每一次呢，喺做嗰個動作之前，教練都會示範一次先啦，好清晰咁樣講解，又唔侵嘅。同埋我見到呢度啲教練呢，係未必下下俾高難度佢嘅，根據住唔同小朋友嘅程度，即係如果某啲小朋友佢哋能力高啲嘅，又真係會推個難度俾佢哋高啲，係循步漸進咁樣一步一步咁樣俾少少難度佢，等佢跨越到，等佢有翻一個信心先，係好好嘅教練上。然之後場地啦，場地我覺得呢度嘅器材係充滿可以設計障礙物俾大人細路去跨越嘅。咁我覺得成個場地好乾淨、好舒適、好安全、好穩陣。教練又充足，又有充足嘅知識去保住佢哋嘅動作同埋意外。咁所以我覺得係好好啊，成個 Alpha Step。仲要唔熱，因為有冷氣。